客厅成了录音间，国小3姐弟一字一句跟着老师念。心嘟嘟的主角，心嘟嘟的主角。爱迪。用一人工作室的形式，张启明已经完成6本课语有声书。在学校担任课语老师的他，以生活教育出发，写故事教客家话。阿妹，一来一阿妹，最后是个甜心。母语会没落，不是因为没有人会讲客家话，没有人愿意讲客家话。所以后来我小朋友读国中开始，还有一读国小，我才真正去把他们教会了。但会讲和愿意讲层次有别，书本上的叮咛小语都是鼓励，教学也需要毅力和方法，营造情境引导，有时候得绞尽脑汁。他的小笑话，短短的小故事，短短的，我就把它记下来，然后赶快把它翻成标准客家话。另外的挑战是客家话的多元腔调，要满足各地乡亲的需求。张启明的有声书版本因此不断翻新。后来又有人说：“哎，你只有苗栗的4件腔，没有我新竹的那个海陆腔啊，又没有我那个大埔腔啊，所以第5本，我一口气把通通录完。”不断默默耕耘，张启明用自己的方式为语言扎根。你想学客家话吗？你想学客家话吗？爱东兄，我很想。好棒！有标准吗？有标准。靠一己之力录制有声书 CD， 张建明老师的努力其实真的就是一步一脚印，透过一字一句，慢慢找回让更多人说、更多人听客家话的机会。唔想學客家話麼？愛東兄。唔想學客家話麼？愛東兄。